而家講解一下喺 Windows 11裏面呢，有一個自動掃讀軟件，咁內置咗嘅。咁我哋首先喺個 Start 度 click 一下，撳入個 Setting 設定，睇翻佢個系統先。咁見到個 About 打開，咁確認呢個 Windows 11嘅係最新版本 version 25H2。如果唔係嘅話呢，就要撳翻入去 Windows Update Check Update 更新到最新嘅版本 25H2 嗰個版本度。做完呢個步驟之後呢，我哋就去睇一睇嗰個安全保障、私隱及安全保障。click 入去，裏面有一欄叫 Windows Security， 咁同樣 click 入去，選取嗰欄叫做 Virus and Threat Protection。click 入去，碌落去呢，下面有一欄 Quick Scan， 咁我哋唔係揀嗰個，我哋係揀一個叫做 Scan Option。咁我哋揀翻 Full Scan， 然後撳 Scan Now。做完之後呢，時間可能需要1至2個鐘頭嘅，或者更長時間，視乎你個 hard disk 有幾大，同埋有幾多嘢。做完咁，我哋睇翻個 Protection History。如果佢有嘢嗰陣時候呢，佢會顯示一度呢出現有毒嘅軟件，跟住然後你就 take action 去刪除佢或者 block 咗佢。咁如果你有需要嘅，可以 cancel 咗佢，停止咗。咁有時咧，你見到咧下邊有一個叫做 Defender Antivirus Option， 咁你要 click 入去，你要 on 咗佢，佢先出現呢個版面嘅。可以有 Quick Scan 啊 ，Scan Option。如果 off 咗佢咧，咁你又會見到冇咗呢個版面嘅。咁所以你要開翻佢 ，click 入去 ，on 翻佢。咁就可以見翻呢個版面啦。